因为当市向交通部甲环境部拢分别争取电动车充电站的设立补助，有交通局长伫站门园区电动车充电站启用仪式当中，形容今年就是充电站启用爆发的一档。目前全市202处的工程进度已经有197处拢已经完成，持续迈向全市每一区拢有充电站，甚至是快充服务。目前9月底10月上旬，工程的进度其实已经到了97%，已经202处，其实197处的工程都已经完成。那后续还有5处的场地呢，是有一些场地的问题，我们正在这个协助处理。电充的充电站，台南推得非常快，在短短几年间，我们达到了区37个行政区都有充电桩，而且都有快充站。这个部分政府跟民间合作，大家也看到民间也有设快充，也有设充电站，所以政府跟民间合作能够服务给这个电车的车主。那这样子对于电车友善的环境，大家使用电车使用起来也更方便。不管是本地的市民或是外地的游客来到台南，就不怕这个找不到充电站。市府特别选伫站门市政园区来设立快充站，也是凸显市府加速电动车基础建设服务，无分市区甲偏乡拢爱普及的目标。然后嘛透过数位平台协助民众快速查询附近会当使用的充电设施，互台南迈向低碳营销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